我相信台东的县长奖得主，每一位都是品学兼优，然后身体健康，心理也非常健康，都有一颗追求卓越这样的一个热忱跟动力。希望大家能够跨领域的来学习。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云端科技的时代，是一个知识爆发的时代。其实以后的科技会做什么样的演变，在今天我们也很难预料。等大家要进社会的那一天，其实科技会是进展到什么程度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唯一能够确信的是，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保有那种认真追求知识，然后是不只是学校里面书本里面的东西，是愿意跨领域的去学习，那我们就站在一个最有机会成功的位置上。
拜。